招贵公司空和证券的创办人陈国华家族，被指控讲利用股份的龙头20多档来掏空公司上亿。北检长去调查，嘛约谈创办人，佮有前任甲现任的董事长，计共11个人。最后，陈国华是以135万交保，前董事长陈世华150万交保，拢限制出境甲出海。空和证券嘛表示讲会来配合调查。 好不好？好，找到就好。好。在亲戚朋友的陪同之下，离开地检署。这个穿西米露的，就是空和证券创办人陈国华。经过检方的核实，16以135万交保，而且限制出境甲出海。谢谢。这个要求无要加讲话，是陈国华因小弟陈世华，伊嘛是空和证券前董事长，先后以15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 现任的董事长陈大武同款去用约谈，是无报请回。为陈国华因爸囝、因小弟甲因弟夫啊，一直到空和机会董事长空警台顶人，有11个人去互约谈，分别是请回或者是3万至100多万交保。检方侦办这个案件，发现陈国华因家族啊涉嫌找龙头，甲公司签不实的契约，用这个方式一个月领几啊万的顾问费。 从2001年开始，20多年来，甲公司偷污超过亿外的钱出来。空和证券甲子公司空和机会，小连续发出重要的消息，讲因公司所有的作业拢是照相关的规定办理，会全力配合调查，目前对公司的财务甲业务并无影响。 程序上都是会到时候会去进行查核这样子的那确切的查核结果我们就会以行政来处理。上柜公司标出弊端，今嘛证监局嘛会介入展开行政调查，检方会甲专案向违反证券交易法特别赔偿罪罪嫌、甲洗钱防制法等等的罪嫌来侦办。公司新闻台北报道。